尉迟龙颜能碰你，我碰不得。可算是平安了。哎，龙王，流萤姐姐就是太累了，休息下就会好了。啊，你走了，你不能流萤醒了。你们俩呀，他的心里全是你，你的心里又全是他，却不能在一起，真是没天理。细雨绸缎，东土皮毛，还有这些绿豆糕、桂花糕、栗子糕。龙王大人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特别不好相处，不好接近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好细心哦。你别光看这些吃的穿的，这些药材才是最珍贵的。我青青这下彻底服了你了，你真的是仙界楷模，男性之光。看来真的是真爱无疑了，敬佩啊！那这些就交给你了。龙王真好啊！看来是罚你唱歌罚的还不够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尉迟龙颜能碰你，我碰不得。那我不跑了行吗？你先把我放开。你跟尉迟龙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是朋友，好朋友。只是朋友，他会赠你这么多珍宝，你一个鸟妖要这些有何用？尉迟龙颜就是比较大方嘛。哎，大疼！这些东西，我罗风阁没有吗？你是我的婢女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替我谢谢尉迟龙颜的大方。你这个大坏蛋，拿流萤的东西干什么？哎，这，我怎么交代啊？